王府元帅开典用会立了他功，朝廷该赏他何文，该封他一个什么官吗？7万岁，是他忙报牛德，欲救全国。万岁一人之间，可封为进士节度元帅，统领御林军，保护圣驾。7万岁，丞相李俊勇元帅王府上瓦前外何事？王元帅，你当了圣上，立了大功，正是你一举庆功，谢万岁！本将被朕把赏分赐大赏。王府元帅，朕还要使你忙忙牛呆。7万岁，臣不要忙忙牛呆，不要忙忙牛呆，那你要什么啊？臣有万岁赐臣一道诏书，一道诏书，要他何用呢？用他朝夕为忠臣，请加他小弟不破之冤。忠臣罪了不破之冤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万岁！在年边来得千万别想，郎子月公子挂上花堂，日见其公破的身，连中连生，真是好。
院今在何方呢？那莽子元虽启程为京，顺三年牢狱，不应顺平，果不能随军同往去。丞相，那此事就瞒你不打高兴。真是王府元帅，众人虽远，理当早息，将军于公，不可不杀。正早知你茫茫有得，我要加封你为节度元帅之责。万岁，臣不要封国啊！这天下万一封光而不要的，这是为什么啊？万岁，既成困啊！元帅承恩，母承封，可惜他年少长于配来翁，他能封官就此婚，岂不是金昂天花成根牛臣愿将功之罪，将功之罪。你何在自由啊？像那莽中多非为行的，算生兵之将又为救命，我臣愿将其之功设他之罪。丞相，丞相，你看此理可赢吗？万岁！王子元忠心报国，记得谁将上当一朝色岁云外为。元帅他愿意早年自宫进上台，其次高堂传钦佩，大人孤军发于归，这门是口口不退，如今这功劳本是皇姑家，怎能受那莽家之罪？万岁！莽子元他帮着成的哟，趁着女婿从下辈正不但真理所在，还要加封你为忠孝王。来，方才封民已有万岁父皇国丈妹妹，将小女子要许配于王府将军。说怎么又跑出来一个岳母呢？啊，王府元帅，万岁今年赐婚，这乃是锦囊添花，喜上加喜。还不快谢他！为哪个学校的事与莽家小姐应有混淆，实是万万不能另聘他人哦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太师，你为何这样高兴嘛？万岁，老僧闻得那莽里君哦，怎么样啊？既有那
做人，那才是锦上添花万早晨。那才是事业大义。王立军乃是凡人女，人与万岁亲自婚。那王家冤有理当明，这万人之女容我人。中官不知凡人女，这天朝居于他身命。冤有见到，分明无罪，不枉法，分明有罪，无罪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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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罪嘛！万岁，万岁，万是请臣讲，主教啊！万岁，朕闻说宋殿有一空门弟子，名唤郑生。他父母每次举棒当他，他是小棒棒女儿，大棒棒道子。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，郑生得道。小棒棒不为忧伤，大棒棒哭之遥望。这将儿当时岂必要加重父母的过错吗？此次他父母再也不是他棒了。万岁，朕圣之言，推事节备，举一反三，那冤狱热因，好比是他棒当之，忙里军色不到手，岂必要加重朝廷的过错小子事情大棒可罪，忠臣之君冤狱可逃，是乃先辈圣人自以虚也。哎呀，丞相不愧不越多罪，今你这个冷静怎么也必呀？李军不但道德无罪，完全道德好，哎呦道德好，哎呦道德好啊！此次过来，那忙里去冤狱见到，却是不罪，好，不罪，不罪，万岁，忙里军有罪无罪不理他，我女儿方为女婿王夫家，君不喜言同夫云，望万岁曾经
既往未曾去过他。3月3，银梦彩后轻手带，曾经见菩萨，万事皆如他。啊，万岁！一人仔细的想来，那王府元帅与莽家的婚约在先，只有莽丽君。王府元帅理该与他成亲。哎，那要是没有莽丽君呢？要是没有莽丽君嘛，那王府元帅理该与侍女小姐成亲喽。啊，这是不买卖，哎，丞相旨意公平，元帅你不用渡边。啊，丞相。这莽丽君到底在哪里呀？那莽丽君到底在不在啊？只有请晓得。万岁，朕愿替官行找莽丽君，哪怕这边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他找到。那要是莽丽君一年不见，我就糟蹋1年；10年不见，糟蹋10年。那要是他一辈子都不见你，我就糟蹋1辈子。真是有情有义啊！真是岂有此理！万岁，依朕看，那莽丽君不用去找啊，不用找。只要朝廷统领国府专员张贴王榜，查明莽丽君见到之日，命他对恩死也就是了啊。他要是不来对恩死时，难道要我女儿等他一辈子吗？哎呀，这才管记嘛！哎，按记多久？按记1月。太短了，我看按记1年。太短。哎，3个月。太短了。好了，有朕作证，按记100天。退堂。此话真假？想我与莽丽君早有黑丝山盟，生则同亲，死则同忧。他若不能自己归来，难道要我求两家小姐成亲不成？元帅不必担心，王榜一出，天下佳知。那莽丽君岂会不闻？更何况元帅对他如此多情多义，他岂有不想与你造家花作之理呀？唉，我是怕他这身见到举目无亲，度14年有心事问他会不会早已不退生死了啊？有他的消息吗？
你的母亲来了啊！来，母亲请坐。孩儿啊，就义事情已经送去，正相者即刻就到。好，这就好了啊！孩儿啊，你这丞相就是忙里君，可是就为不说服丞相家中早有起色了呢。哎，总有起色，怕也是一生耳目。弟弟不行，no，这是忙里君什么的死娃下。母亲请看。想啊！哦，这王家正和那天我宽过饼的人像一模一样。哦，老爹，你来看，来，弟弟请看。却有几分相像之处。好，那倒是人相到此，我们就并得当娃进去认他。哎呀，夫人，想这天下容貌相似的人多，
跟我话。哎，我说老爷呀，你与丞相3年同朝，难道还分不清是男是女？我看你呀，真是个老糊涂。夫人，我可不能像你这样莽当。我说你糊涂，我说你莽当，你糊涂，我说你莽当，你糊涂，你莽你的母亲不要逃了。少时丞相一到，便知真相。丞相到。你这个病人，你都叫他当官当官。是的，老爷的，老爷的。丞相到，莫非是早晚的病事分不清？莫非是这病中还有病？
美呐！这丝袜的布局倒是比了一般丝丝的呢。哦，说不定还是钟小王亲手所写、亲手所画的呢。是啊，我们就在这里等候钟小王。不知丞相驾到，老夫有什原因？失礼呀，是失礼。哪里，老院中不知钟小王的病，他怎样了？小儿他，哎呦，这怪病倒。哎呀，儿啊，是丞相为你看病来了。小王，恩师，你可要救我的命啊！请丞相安啦，下官到后堂为丞相陪饮。老院中不用客气了。哦，应该。钟小王，送水过来，我来替你按马。哟，恩师，我生的是什么病啊？你呀，得的是急性病。急性病？哦，恐怕是功夫太旺了吧？这怕是营养失调吧？这病不要紧，数日之后迎奉太后寿诞，太后寿诞也说怎么样啊？保管延期，心旷神怡呀！喏，是你将心诉气，解操。有生的病，岂能长压所阴嘛？这压下恐怕用不得了用法当教时候是。恩师，实不相瞒，我生的乃是马平啊！是啊，时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司马平，不，我的病乃是为你，乃是为他而起的呀！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。哎呀，恩师情况，那，这是忙里继承我的思想。这是忙里进的丝袜子呀，那我倒要仔细的看上一看呐。恩师请看。画得好，是画得好啊。画得像，是画得像啊。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哦。我说是画得十分像
那头路真相，恩师啊你引进中我后家营，真乃是话并不能冲其上，年纪呀好风来是风在上，青云有路总能上，你与他有情人总能成眷属，你无需教草不用慌。此情此好风一领同不上，只怕他做了高官把旧情忘，我为他天天看多登家营，我为他夜夜思梦梦难看，一片真心为天掉，无动于衷为哪吒。他那里是句句出中心，我怀里放放沉沉去为难，他心凄凄为我思念长，他深深愿爱我就心忙，他酸溜溜女中带刺挖苦我此眼我万千苦中他心上言道水里路实难测，我心中欲望真将，神色伴君似伴虎，一旦遇我要爱夫郎，见人里是我真相当，上万呀再难杀人的事情，你不体过美玉看去多，你的心事莫报中，平时为外去精彩，担心在临杀生活。3年来你为平瓦落，先家园四出有因，万不得已你才与空。更何况你我两家
他乡与看难长。你看他穿不清澈名字情，想必他你的心是高志向。哦，你看他鸾眉淡扫是为上，想必他心中定有好主张。恩师，你怎么知道我错怪他了你？言气，既然他官到月月走天涯，定是个烈性女子有志向啊。言起你自山谁对他怎么样？他的为情深似海，来报山。如今我的情意，哎呀，我的好媳妇啊！不大猜，老院人忠孝王臣，自不亲故，须接受用量，有此告示。等下，哎呀，母亲怎么了呀？老爷。的前忙的军投案之手，防范三次婚小女与忠孝王接着为婚。李先生，慢嘞，既然孟家有婚雅在先，那忠孝王又非孟丽君不娶，我看这个吉昂可以放宽，不能放宽，可以放宽，不能放宽，不能放宽，不能放宽。
怎么又吵起来了啊？此事当时候出城呢？哎，万日清晨将自教，这是嘛？算这到一个地在一梦，看着光，咱一是为当理中，既要亮当时可惜心已经更去年里君早忘心意容，把人上人内心来，一颗根因更从容，却列为保安不交叉，这不定情况有变在顷刻中，孟丽君对安子谁？那孟丽君不就来了吗？说凡谁有事，选孟丽君上殿。领子。在气对了，哎呀，顾着你运不完呐！万岁，此乃是假孟丽君，是假孟丽君。你今身份怎能断定真假？这将高进得正本来，真是。你这小女子家自哪里，姓啥名谁？一一的讲来。臣家。
与我青梅竹马同玩耍，他为我这道长子罗成爱，左边绿帮配不辛苦问我公弟。钟小王，小女子可是对的是流哦。此乃以花节目假论证，有知有言，切无根哦。什么有知无根？你还不上演自己的人上一人啊？不用人，不用人，你为何不认呢？见了真的不能是真的，见了假的难道要我是他真的所成？哦，万岁！既然钟小王是有假，恐怕这其中强是有诈。万岁！这小女子所答，事事有根，句句有凭，岂能轻易设假？是啊，照按小女子所言，有凭有据，哪个当官子正是当成全？万岁！万岁堂承接儿子亲生，亲生登学亲近疼，我这里听得一他早求来了啊！他在哪里呀？他在哪里呀？他在这里？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忙里进生我的死瓦墙。与你成亲呐！万岁，要是瓦中成才呢，那是若来给予你私婚成亲，绝无戏言，连出子犯。好，请万岁恩图所记。他远在天地，近在眼前，近在眼前。此
我说钟小王啊，你的皮到底好了还没有啊？对，我的皮早就好了，恐怕未必。喏，你来看，这今夜之上分明都是乱子，而嘛你去却是个女子，你却说她盯在眼前，这不是痴人什么吗？这今天之上，衣冠上说确系男子，可是其中有一位大臣，请家国之罪，不得有女扮乱上。你得真讲，有位大臣女扮乱上。今天真是累，那等要爷爷站起了。欢迎上当，他不给不还不上，天君一把四路好，愿借东风去陪他。沉默的狂，离群勇马，分明可在花中窈窕。面貌还相像呐！用马相将四当中，这男女有别不能一定是凤小王今此人光昏，这相遇不相乱开幕。呀，说得对呀！真也是个女扮男装，绝无其事，绝无其事呐！呀，万岁！放在你就分明宽敞。万岁！他的少宗大人真有女扮乱上，能够发烈战不杀。不要万岁收他不退，望你军兵可特下诏不完他红章。万岁，你就承定我们夫妻团圆吧。你还要吃什么？你太放肆了！万岁，莽莽张张，颠颠倒倒，难道不知道他无将理？万岁，念我言妻有病在身，口不应心，用他此处而过，回顾。 仔细，万岁，你放心，我们夫妻团圆，万岁，你就承认我们夫妻团圆吧。万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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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
放在李清门上去扫他这一次谢万岁。一家万岁啊！这至今又是瓦匠又是女子，究竟谁真谁假？到曾小生越辩越无度了啊！希万岁云南中作忙，自愿并运用贵，现在木门外何事？不好了，有个不度的人来了啊！劝凡事有事，劝马乱上殿。乱上殿。臣令官造谢，官佛请将吾王万岁！谢万岁！马总督，快来请我为你召集名媛的李丞相。李丞总督，弟弟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你的女孩李青呀，是我李青。不对，不对呀！你真出神了！哎呀，弟弟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了？是啊是啊，要不是今的女儿已是个大人了，这怕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了。哎呀，也许啊，难道你也是他之母女儿？要不你的女儿啊，忙总督，这小女子自称是忙里居，虽说事业有凭有据，还是怕上街陈述请申报。忙总督，李丞卿，常言道，子子莫让路，女儿的心思不自己，究竟是怎个家王是家多人，情中多习惯用貌细品心正相依，言外之语，官真相貌，容颜是离君，为了这款家下女，是真想得面不对，难道是女心气面昏花，万子疼儿有着梦境，也许他自己也很英俊。忙总督，万岁他生生在我更情深，
家家女原来是用啊！忙公公，难道真的连谁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就认不出来了吗？他曾用真相分明我亲生。小心这里，你管不顾的，你可不能胡乱生他呀！忙公公，你怎么？今日一去，为难的。老人气得有病，耳濡眼花，神呐，这是什么心啊！万岁，既然真相难辨，用为人把这小女子代为府中仔细再审。好，那此事就交给爱卿阿老。是万岁，这女扮乱张之事，女扮乱张臣之希望，谁在无言列战不上。万岁，退朝。令人想即死。公公何事？凡生命正相进宫空上国事。此次公公少待，下官即日就到。不，凡生命我自人相一同进宫。此次公公少待。用法，此乃紧急公务，无需接招提说。是，此次公公请听。
人自从远走草，无知草日有情，真理寻曾经当比好情去跳动，他说说单谈话当中，我团一在老山三明，看他利用我造家功，陈江啊，请分开是非常去跑。难发音啊，命有如此空少人，云不散去天有意将生走进地无心，万丈深难交与我，自我相跟我千人峭壁，全教子且早为退。一群才华高才中，去见各个交绝头，我咱们有时也能尽是官方听我好自从，我回眸领导彼此当。呀呀，三个月花风美人也不差。阿里去，来此一次交代，你我骑马过桥啊，骑马万岁骑。这为人自己放下情
女亲啊，闺里到底应承上啊，真好比一龙一凤，喜相逢。万岁之话李乾通，君臣政府比龙王。君此人一佛无山守眼地，神保君安江玉路上之兄，居安是为父子婿，可是为了先是君。哎，且慢，可是我把明日了理，导致你我同往天相关，君臣同饮一中之后啊。请再不去，更真的要正气力。来呀，愿中上等拜将天相不了你了。来，请来上座。哦，不，彼等争光于万岁庭主。是啊，这个所谓并不乃是王儿娘娘所做，可惜他不配呀，他应该把这个所谓娘出来，娘与你成家。万岁有啥笑了？来，请来上座。此次高足了。为卿再高不丢，敬礼一杯。亲为卿忠心可嘉，再敬一杯。李琦，
也同心，愿与情，是大王唐君飞，愿与情，这古人今更亲情，愿与情同上天尊，礼堂在，愿与情，时时刻刻都礼堂，真与情情切情心，天相关，自己君臣同他来。万岁！乡里人奔王家，风涌四当子里定东西，保佑到底。不知为人痛，报应的是报人机，杀人毒，风中的一生。可见朝中有言气，蒙君生命早老崩，今夜这个金相关，无端起你必容身，也你君臣乱理，而这家庄也造定，为国为君为民罪，常万岁。这是陈建同志管田园管军令，最为人好容易东流城里困孤军，奇观金莲花，可见玉牌色，几经余为担当车。张罗君王将他逼去，哎呀呀，很像竞争同他一同二的同故就是啊，先于刘备空令，二于黄武之令，千户千瓦转到此今啊！你为我要开山出世，怕是怕那为阿花者万岁！你，莫非是群彩虹？万岁，你这是何意呀？万岁，你这天下与不亲家，为什么夜来有这为天王？君王这一人一律，下官我一不曾下。即是此，我只得挂包，此官子早提家，为领相。哎呀呀呀，不过这句笑话，何必当真？
出去，等着账单到天明，轻松不能开支了。万岁，请啊！娘娘已经亲相过啊！竟有这等冒昧之事，官上大门，依君大门。哎呀，官上儿们，万岁，今日娘娘家暴一人，更应高抬啊！去买，娘娘她不能点来，要是来了，你只能娘娘娘丞相，哪有丞相娘他的呢？娘娘驾到。
神话也相认，今特事业为夫也。是啊，莫非为昨晚相夫的母子啊？今日昨晚相夫的情人，本丞相府中不得亲。也是马王这户家门不对，街上许尽情可定这一张虚情莫相随，幸福不忍家乃问，今晚意外莫所与帮丞相，绝早消灭这情苦怨。今有子夜不临家，官爹才是公道。这父子也是为人凄苦哉，下官心中已明了，这是相夫这户自满笑，一老才是大心肠，这是公领与和门，这今天瓦墙房外地算更动了，王才是不亲人，莫是那分房头情小姑得大老，丞相啊，难得你尽心支持这位，帮夫妻老太子不为家，内为君人民，他却要有正经，非常也道，转正太儿，请太儿随人对。此人先请高抬啊，请谢太儿。
朕因父母无缘，华夏为父，以此通信结社，一问一应。先生呀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朕的不过身为女子，好像你朕的不过身为女子，从此归个人生之主，你是为妻献冤，为国争位。万岁！不肯就此放手，那就把儿子放到明次，来他一步御前为生，与你为生。
大人一向自认为不公，绝对做忠良。不想你竟是个女扮男装，欺瞒君王，你真是孤为寡人对你的一片心呐！喂，来了，向马里去，暂且一下，且慢。请问万岁，今日可是御前为证？是啊，既是御前为证，为何一不生而不问呢？不生不问，此案是何端，又是何判呢？那与丞相之间呢？好，你们什么？你们问啊！下跪，忙里君一言之后，忙里君大胆。一个一定是忙里君，他一定有究竟之人。忙里君本是一定有也是家庭女扮乱上谁知？我难自我大胆！你尽管有一个私了的妇人来戏弄老夫，难道你不怕贼上加贼吗？哎，夫人，他既然这个有名有姓，那就给问下去嘛。这孟丽君，你这花木兰是你的私事人，这是何意呀？老太师。李君为无缘伴，木兰回国可爱，李君姐夫兵娃娃，木兰金发短，李君心把飞走，风声一面如谈，娘子家有病苦有难，当人不娘到你山。为什么木兰之女是民族？你君有家不能反为什么当年木兰走他心，今日李君反走完。对王家满门上，朝中早有文方难，云南江人心一道，全情走风雨来。我说了，是老孙野蛮无主，上表反公道，人粗心大意。回去。万岁，孟丽君女扮男上，讨论看堂，必须严惩。万岁，孟丽君在上3年，忠心耿耿，劳苦功高，宽任忠正孝女，理应嘉奖。孟丽君无事发起，西进活动，理当赞随。嘉奖，赞随，嘉奖，赞随，嘉奖，赞随。他这要嘉奖，跑到当3岁，
马立居，你欺君绝配，放阴本山，5年你3年执掌于公，同款杀戮，各取臣相思之并为公女，只有今内公子吗？万岁！子公参与双生，来哟！将马立居押进内宫。你难道不怕杀罪吗？臣要你王家生死二字，从未放在心上。朕早已传旨下去，待官为这在对营山不告。你许是君无戏言呐！既是君无戏言，这事情早就死了马立居，为我今日将他留在宫中。当初是当初，今日是今日，万岁！你懒妖，将他放了。身为救母之山，三宫乐园千金地利，我困不哭。你让皇帝哭，我为什么不哭啊？别家女子生你首选，必有他谋。别家女子真正与他相比，我非要这个马立居不可。王儿呐，你身居王位，杀龙袍，举足青龙，不知道，劝王儿居人心，莫为小举子大道，你想一想，咋比他两家混马公？岂有这不太明暗冲玉雕？公家当以恩泽报，不岂能他叫将心比心图神经，惹得妻子痛，谁受不了？王儿啊，君子算，臣子为上天臣。
为荣，不知为啥？一家已是忙里就为玉女，可今日在金莲视察问问。好好好，一起把某位之一办，转场，转子是，凡在金莲时分宣布